上一回我们说到，楚乔选择成为了大梁的皇贵妃，帮助萧策稳定大梁的局面，而这种做法也让燕洵和宇文悦两人纷纷开始了行动。那么接下来天下局面会如何更改？楚乔能否成功坐稳大梁的至高之位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在燕洵得知楚乔的事情后，他便在当日晚上一个人登上了宫殿的最高处，一个人喝起了闷酒。对于楚乔的争夺战，他和宇文悦都没有获得胜利，最后便宜了萧策那个小子，而且这小子竟然还死了。想到这里，燕洵也只能冷冷地笑了2声，然后开始疯狂地灌酒。他跟楚乔两个人终归是两个伤心人罢了，零散地站在天涯的两边，踩着刀尖生活，谁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。而跟燕洵一个人的惆怅不同，宇文悦却已经开始行动了起来。在楚乔一连10多封信不回的时候，宇文悦便想办法离开大魏，前往大梁之中，准备亲自接楚乔回来。只是在路上就得知了楚乔被封为大梁皇贵妃的事情，这让宇文悦再度快马加鞭，他需要尽快的去见到楚乔，询问他为何要这么做。而此时宇文悦已经带着人马到达了咸阳渡口，宇文悦带着几位随从悄悄地上了岸。这一次宇文悦是瞒着所有人出来的，但是需要在10天之内赶回去才行，所以宇文悦的时间也很紧迫，直接选择了抄近路前往大梁京都。只是沿途没有大型城镇，路上会难免有些颠簸。大梁京都那边可有消息？宇文悦此时还一直让人关注着楚乔的消息，一旦有任何的变动，需要第一时间通知他。久别之后，已经是天翻地覆，物是人非了。宇文悦这一次说什么也不可能再离开楚乔，命运什么的，他从来不相信。其实楚乔在大梁的局面并非是很乐观，在要被册封为皇贵妃的消息传出后，大梁境内的各位藩王贵族一时间相继起兵反对。当初这些人在落王兵变的时候尚能坚守不出，詹氏兄妹夺权的时候也能韬光养晦，此时瞬间暴跳如雷，打着清君侧除女妖的旗号，率领大军向着京都进发，一路之上更是无人敢阻。不过他们想要趁机夺权的事情，孙帝也早已料到了。他提前抽调了20万的大军，让徐庶率领在寒水江畔严防死守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就等3日后楚乔的册封大典顺利的举行。不过此时孙帝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楚乔身边的侍女梅香昨晚已经悄悄的离开了京都，说是回到学府城中，但孙帝还是派人跟了上去，命令如果梅香回到学府城，就安稳的送她回去；如果她去别的地方，那么就地解决。这是孙帝确保万无一失的办法，因为他知道那个梅香一直想让楚乔跟宇文悦离开，所以孙帝不能冒这个险。不管梅香大梁的未来，他全都压在了楚乔的身上。很快，在孙帝强有力的安排下，大梁还算是风平浪静的度过了2日。除了还有几位翰林院学者持有反对的声音，大多数的官员都对楚乔的事情保持沉默。他们不是被孙帝强行镇压，就是害怕手握兵权的楚乔。至于几个顽固不化的老臣，更是被秀丽君先行一步关入了大牢之中。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日，那大梁的第一次皇室冥婚。而今晚也注定是一个无眠的夜晚，没有人知道楚乔会将大梁引领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，他究竟是忠贞臣子，还是窃国盗贼？明日过后，大梁还会姓萧吗？贺萧质疑楚乔的选择，却被楚乔一番话给震惊住了。楚乔选择走上这一条路，其实也有着他自己的一番想法，并非是被孙帝所胁迫。在秀丽军的军营之中，一个身穿黑色披风的人，熟练地躲过了巡查的秀丽军将士们，快速地接近了贺萧的大帐之外。此时贺萧正因为楚乔的事情，一个人喝闷酒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大帐之外有人的到来。深夜在军中饮酒，我记得是犯军规的。前来的人看着贺萧喝闷酒的样子，不由得微微一笑，而贺萧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来者，并没有任何的回应，依旧低下头来继续的喝酒。不请我喝一杯？楚乔摘下了自己的风帽，走上前，坐在了贺萧的对面，平静地看着他。而贺萧很不耐烦地随手丢给了楚乔一个酒碗，却并不给他倒酒。不过楚乔并未恼怒，而是很坦然地自己倒了一碗酒，一饮而尽。是不是我不来见你，你就永远不会见我了？楚乔见到贺萧还不说话，便稍微正色对着贺萧说道。听到这句话后，贺萧才稍微抬起了眼帘，在楚乔脸上巡视了一圈。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
贺萧此时看着楚乔，心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股怒火。那有什么？这不比我们当初防守北朔的时候情况好多了。楚乔依旧是保持着微笑，却并不恼怒贺萧对他的态度。是，好得多。大权在握一朝上朝，的确好得很多。贺萧冷笑一声地说道，似乎眼前的楚乔已经不再是他当初认识的秀丽军领袖了。贺萧，你既然也如此想我。本来楚乔心底明知道是怎样的，但听到贺萧的这句话后，心中也出现了一团怒火，身子微微前探，对贺萧说道。两人双眼对视，都带着几分愤怒，似乎下一秒就会打起来。在两人对视了许久后，楚乔便也忍不住了，继续将身子往前探了探，凑在了贺萧的耳边，轻声地说出了几句话。本来贺萧并不在意，但转瞬之间，他的脸色就突然大变，猛然地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如此胆大包天的女人。贺萧，你肯不肯帮我？看到贺萧的样子后，楚乔此时面容虽然依旧带着微笑，声音却是前所未有的郑重。而贺萧沉默了许久的时间，然后嘴角逐渐的露出了一抹微笑，伸出手跟楚乔再度击掌。这一次，他们二人要再度携手作战，将这个大梁的浑水搅动起来。此时的宇文玥则是依旧在赶往大梁京都的路上，在即将天亮的时候，他也正式到达了大梁京都之外。在第二日红日高升后，大殿之上，汝南王宣读了萧策的遗诏，然后拜倒在了楚乔的面前。此时的楚乔身穿宝金锥花、九彩云锦、海纹凤翔吉服，头上插着18只赤金凤玉宝冠，腰上缠着金章紫绶碧玉腰带，显得尊贵无比。不过因为是冥婚，所以楚乔的衣服主要是以黑色为主调，这也让整个人看起来更为庄重古朴，并且还带着几分沉重的压抑感觉。随着鸾凤车从大殿起驾，一路走到了太庙前的凤游台中，路上沿途的百姓们纷纷跪倒在地，高呼千岁。楚乔的册封典礼也在此时正式的开始。在礼部尚书宣读完庄严的圣旨后，便跪在了楚乔的身前，手中端着黄金印绶，等待楚乔接过。只要他接下来，这天下的就有1/4掌握在他的手中了。只是在这一刻，楚乔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4个字：切要等我。楚乔的册封关键时刻再度出现了叛变，册封大典并未顺利完成。楚乔一直筹谋的就是这件事。在楚乔准备伸手接过黄金印绶的时候，一声巨响突然从京都南城门处传来了，一时间连太庙都被震得发抖。紧接着就是鸣金警号，一马快速地奔跑到了祭台之上，仓皇地对楚乔等人说道：晋安王兵临城下，徐肃大将军投敌便捷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面色如土，孙棣更是一瞬间脸色苍白。但楚乔依旧十分的淡定，缓缓地走到了孙棣的面前，看着他：孙大人，这上面都是密谋，私通晋安王的京都大臣，还请你马上去处理一下。楚乔将一张纸递给了孙棣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朝中大员的名字。孙棣此时有些呆愣地接过了那张纸，此时此刻他才真正看清了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她是不会真的任由自己摆布的。我马上要率军去迎战晋安王了，城内和皇上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。楚乔说完这句话后，就扯掉了自己身上那富贵的衣服，露出了里面一身银色的贴身铠甲，满头珠翠也被楚乔一把摘落，用一块青色头巾包裹住了那3000青丝，然后上了贺萧牵来的战马，带着秀丽军的将士们呼啸而去。此时孙棣才知道，他其实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天，不过双方兵力差距太大，楚乔又如何有信心能够将晋安王击退呢？其实这是楚乔另外一个谋划，那就是徐肃这位大将军做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先前洛王兵败，就是因为轻信了徐肃，这一次晋安王竟然还选择相信他，属实是有些没脑子了。在楚乔率领秀丽军赶到城门处后，如同一柄利剑一样冲了出去，开始对战那虎视眈眈的晋安王兵马。其实楚乔走上这一条路，同样是因为萧策临死前对他说的一番话。当初萧策说过，他死后朝野必定会大乱，詹氏兄妹只不过是纸老虎罢了，而那些皇室的宗亲才是真正的豺狼。孙棣为人比较偏激，如果有异动，切勿听从，只需要拿着他的扳指前往寒水之中。徐肃看到后自会听从楚乔的命令，铁油的郎君也会听从楚乔的指挥。这也是萧策最后的一个安排，也算是给楚乔的退路。
这是大梁新帝继位后的第一场动乱，被楚乔率领秀丽军和郎军，连同徐肃里应外合，顺利的镇压，清除了大梁皇室宗族的隐患。2日后，新帝也感恩楚乔对于大梁的恩义，便准奏去其太皇贵妃的称号，授予了楚乔1等世袭封王，封号秀丽。这一次，楚乔才算真正的完成了大梁的事情，将萧策的后事全部处理干净了。因为这次的事情，孙帝也彻底的对楚乔佩服了起来，亲眼见到过楚乔的心计和能力，再也不敢耍心眼了。当日公然反对我册封的几位大人，该放出去了。陛下年幼登基，正是收买人心的好时机。这个诏书我就不带陛下下了。我走之后，孙大人切莫忘了大牢中的那几个忠臣。楚乔此时看着孙帝，微微笑道：“解决完大梁的事情后，他终于可以回应宇文悦的等待了。而秀丽军，楚乔也会留在大梁，让他们在大梁落地生根。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那么接下来，楚乔会前往何方呢？是去寻找宇文悦，还是回到学府城经营酒馆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